前2礼拜，台语一年长讲了陈文成事件。为这礼拜开始，咱要来继续来介绍林铁血案。1980年迄当，伫个美丽岛事件咧审判期间，其中一个被告林义雄，因兜雄发生一桩惨案。2月28迄天，林义雄伫咧法庭等待审判。伊的看守彭素敏，伊头一摆去军事法庭旁听。厝林打村大查某囝、双生查某囝，也佮有林义雄的阿母、尤阿妹。彭素敏伫中昼的时阵敲电话倒去厝，看厝里的人敢有平安。也毋过连敲3通电话拢无人接，所以伊就请林义雄的助理陈秋瑾倒去厝看卖发生啥物代志。陈秋瑾伫个下晡2点的时阵赶到林家，伊甲门拍开了后，就发现林义雄的大查某囝林焕君被刺伤，倒伫个涂骹。毋过安怎办？伊安怎拢找无林义雄的阿母甲双生查某囝？陈秋瑾赶紧叫救护车，而且嘛通知林罗水甲康文雄到现场。救护车到位了后，陈秋瑾就随缀去病院。互林罗水继续找村内的3个人。林家地下室的电火毋知安怎歹去啊，所以林罗水伊就伫暗迷茫当中去地下室找人。伊对楼梯顶看到林家阿母的遗体，刷来阁找到双生姊妹，也毋过即2个双生姊妹嘛同款无开啊。陈秋瑾伫咧找到大查某囝焕君的时阵，焕君犹原阁有气，伊就互紧急送去病院，捡倒来一命。毋过因阿嬷牵2个双生小妹拢不幸过往去啊，因为凶手真粗残，阿嬷着14刀，2个双生小妹互位较接拼，拄一刀拄甲胸坎，全无命。而且通联记录当中有哪像个凶手的人敲电话到外口。监听的人煞无听到，即使有真侪人怀疑，即桩案件是毋是跟政府某一寡单位有牵连？即桩案件互全国各界料想袂到，全国的警察嘛大动作咧侦办。当时有媒体讲，即个案件可能是尤锡坤做的。即使尤锡坤互警察带倒去问话问20几摆，也毋过迄天尤锡坤有真明显的无在场证明，所以伊的嫌疑到最后嘛互排除啊。另外，也有林义雄的一个外国朋友贾博，有人指证贾博伫发生代志迄天捌溜去林家，也毋过犯罪现场煞看无到跟贾博有关的证据，连指纹拢无。尾仔，警方决定要放伊走。贾博嘛伫同年的5月离开台湾。其实有一通关键电话指出一个线索：凶手犯案的是伫个下晡1点12分，捌有为林家敲一通电话到一间叫做金琴西餐厅，要找一个叫做王春风的人。也毋过，警方四界比对，煞找无一个叫做王春风的人。案件的办案进度继续2冬，因为无明显的进展，真相煞来沉落大海。到即阵已经经过41冬啊，犹原找无凶手，互林家的血案变成一桩悲惨的悬案。这个案件伫1996年的时，迄个时阵的台北市长陈水扁，甲2009年的总统马英九，拢捌下指示爱重新调查这个案件。不过，这个案件经过遮尔侪年，物证、人证拢有欠缺，要重新调查破案有影介困难，几率嘛真低。林义雄受审入监狱了后，伊的看守彭素敏牵伊的大查某囝拄着生活的困难，所以决定要甲这间厝甲卖出去。尾仔，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甲海外的基督徒总钱780万，甲这间厝买落来。即马林义雄的厝就变成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工教会。
去年是林家血案40宗，促转会对这个案件做一个上新的调查。不过，却发现关键的电话封开害去。后礼拜，台议今年等阁要继续来讲转型正义，伫咧调查这个案件的时阵，拄到什么阻碍？